今日教會慶祝聖尤斯定殉道者，呢位殉道者係初期教會嘅護教者，佢藉着佢嘅宣講著作，維護教會嘅信仰，堅持主係唯一嘅天主，而唔會崇拜任何嘅偶像，而最後為主而殉道。同樣今日福音中耶穌記載葡萄園嘅呢個比喻故事，使到我哋明白，當人唔懂得去珍惜欣賞天主所賞賜嘅一切，而加以誤用，甚至為咗己嘅私生做出一啲傷天害理嘅事，到最後我哋會自食其果。所以求主幫助我哋喺呢個6月嘅開始，能夠特別恭敬耶穌聖心，賠補我哋罪過嘅一切。